根据环境部国科会表示，全球的暖化若是未来无法度控制这温度升悬，台湾的热天可能会延长到7个月遮尔长，而且海平面升悬，咱的森林管引起的面积是会上侪。所以，森林管府的水利处就表示，除了暖化以外，地层下陷嘛是真大的问题。目前4号保仔寮渔港有配合中央来提出因应的计划。森林管上大的保仔寮渔港，去年8月发生严重海水倒扣，规个渔港差不多拢淹起，附近的砖头甚至有危险。根据环境部国科会报告指出，全球暖化严重，未来若无法度控制温度继续测，海水水位越悬会造成海岸淹掉，其中各以森林上严重。以大数据来看，几十年可能就只有1-2公分而已。相对来讲，这样相对地层下陷这样的因素，可能是较小的一个影响程度。不过，因应整个地层下陷或是海洋暖化、海平面上升，这个是云林县必须要去克服。管府水利处表示，除了暖化影响海岸淹掉面积，森林管面对上大的危机是地层塌落。今年伫内陆地区平均有5到6公分塌落，沿海地区平均2到3公分。今麦针对4号保仔寮渔港也提出应应。较低的地方，我们就会盖一个类似一个墙，然后去垫高，让它的一个潮位来的时候不会溢到我们的内陆里面，就是挡在我的防潮墙之外。水利处表示，若海水水位越悬，淹水的面积自然会扩大。经过清点，森林4号保仔寮渔港较危急。去年9月，经过中央地方共同会勘了后，要开3500万架码头贴悬，防止海水倒扣。规工程预计过半年会当完工。记者王伟雄，森林报道。